呢兩個動作嘅掌聲咧，跟住上最後啦。依家唔叫人做妹。喂，開始未啊？做乜鬼啫？唉，贏唔到嘅，小心啲啊，叻仔啊嚇！開始未啊？活動未開始未啊？攤位，冇人嗌攤位開始嘅。唉，攤位得㗎啦嘛？攤位得未啊？得啦 ，OK 啦。佢哋會嗌嘅攤位遊戲喎，唉，你17啦已經，4點啫。黑板有冇睇啫？哦。又話3點半、3.7啦，而家都，唉，都唔知咩時間觀念。唉。你講你思想啊？係。